天時地利人和，你覺得邊樣嘢係對你人生最重要？對於我嚟講，天時就最重要噶啦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推薦本書啦，叫做《變化中嘅世界秩序》，就講到我哋呢個世界咧，其實係一個周期嘅運行。咁每100週年咧，其實係一個強權或者一個國家去領導呢個世界啦。荷蘭咧就係1700年代咧就係一個世界霸主。咁之後係邊個？咁就係英國。咁就英國大航海時代咧，俗稱嘅北歐帝國咧就統治世界。咁但係英國之後係邊個咧？咁就係美國啦。而美國就乘勢而起，就趁機咧係用咩去統治世界咧？一用布林頓森林體系啦，二廢除金本位，咁所以美金咧之後就變咗一個世界通用嘅貨幣。第三就係美國嘅軍隊咯，咁所以大家俗稱做世界隊長又好，美國警察又好，咁所以靠呢3樣嘢咧，其實已經可以統治或者係統霸世界嘅。大家去到根據呢本書嘅理論咧，而家去到咩週期咧？就係究竟下一個世界霸主究竟係美國啊定係中國咯？而家領導地位咧，可以講緊係一個好關鍵重要性。咁你諗下，你投資美國，投資中國，咁就決定你未來下半世身家係翻倍定減半咯。咁而家如果俗稱我哋股票上面入語咧，而家佢哋美國同中國佢個國家咧就係一個黃金交叉。你一調翻轉咁講，亦都係一個叫死亡之吻喎。即係究竟佢哋係兩個掂到之後分開啊，定兩個掂到之後中國我哋可以彎道超車啦？咁所以點解咁重要就係呢個對於一個投資啦、理財啦、人生啦一個咁重要嘅選擇。